隔一栋3层楼高的人家厝呢，透早火烧厝。代志发生的是，厝内有5个人，厝主的老母为2楼跳落来化救人，厝边隔壁将这厝主翁某甲救落来。不过呢，这个厝内也有一对兄弟啊。这个消防人员入去救到这个兄弟的时已经无气啊。送到病院急救，这个16岁的这个阿兄呢，医院救无活；14岁这个小弟呢，有恢复心跳。依照消防人员的调查，导火点是伫1楼的车库，敢是因为电线烧拍电引起的？爱过调查。 电线走火啊！半暝街路传出爆炸声音，透天厝内火光闪闪烁，厝边头尾摕灭火器想要拍火，过程互大家强要惊死。规条街路拢凊高烟、爆炸恐怖声音，互困到真路边的民众拢冲出来。声音频率表很大吗？对，还蛮大声，还蛮频繁的，它持续了大概快10分钟。厝内还有5个人吊伫内底，相对也未到进前，隔壁的赶紧提马器来斗相共救险。去救出来，厝报告家己伤势，大声喊紧救阮2囝。 啊是安怎烧的？敢知啊，大哥？唔知哦。高雄洪山区新安街一栋3楼透天厝，半暝1点多发生火烧厝，一口10个人把拢关伫内底。那时候有人拿梯子给他们，所以他们2个应该没有摔下来的问题。所以是沿着梯子下来。他们2个儿子媳妇是沿着梯子下来。 46岁姓吴的查甫厝主和45岁太太顺利为3楼走出来，啊，那72岁厝主的妈妈为2楼家己跳落来到1楼，3人拢互送去病院。不过，2个读高中2年和国中2年的兄弟仔，互救出来时拢断开。送去病院了后，16岁阿兄过身，14岁小弟规身躯大面积烧烫伤，抢救了后恢复心跳，伫咧加护病房。啊，2个囡仔偌大汉啊？一个高中，一个国中。啊，他们在几楼啊2楼。 那你们呢？我们在3楼。2个囡仔互发现时，倒伫咧2楼楼梯，敢若是为着要逃生，去互真高的烟砸到总昏去。不幸过身的16岁阿兄，伫咧学校内底是真乖，校方听到拢感觉真甘。发生的这一件的事情，令我们非常的这个错愕。他是非常守规矩的这个学生。厝主面册真侪张规家火影出去佚佗的相片，会当看到一口罩感情真巴，一场火灾亲人离开，消防单位初步检判1楼着火了后，物件就开始伫咧烧，敢是因为电线烧拍电总着火，会阁进一步厘清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